来看这中华保心的罗厝耶稣圣名堂，这是台湾中部上早起造的天主教堂。今年是建堂150档啊！这礼拜六因会来举办庆祝活动，除了比赛祈祷以外，也阁有真罕的看到的圣体游行。 教堂的合唱团把握时间练习，要替10月初4的庆祝活动做准备。中华保心的罗厝耶稣圣名堂今年创立150周年，教堂为年初就举办一系列的庆祝活动。这礼拜六，阁有真罕的看的圣体游行。10月初4即个是咱的系列活动的上尾一个活动，就是咱的闭幕式吼。为下早开始吼，就外口咱听过就是弥撒吼，弥撒了有一个圣体游行吼，包括咱的主题曲的合唱团。 吼，搁咱礼仪人员吼，拢会今日做一挂演练。1875年创立的中华保心罗厝天主教堂是中部历史上久长的教堂，也保留侪19世纪的文物。圣堂表示，这个所在毋但是地方的信仰中心，嘛和当地发展有真密的关系。150年来，伫地方做真济代志。这条罗厝路是咱附近上早的北流路。 咱遮有上早的孤儿院，政府有买足济家私来帮助咱附近的村民，比如讲家具桶、抽水机等等吼，这拢是咱天主教会爱人的一种表现。今年是天主教25年一届的喜年，嘛是罗厝圣堂创立150周年。圣堂就讲有真济台湾各地，甚至嘛有立陶宛、日本、菲律宾的团体来遮雕成。未来也按算整合教堂古文物、地方文化特产，甲附近的社区资源，要甲罗厝圣堂打造成一个兼顾信仰、历史甲观光外交的综合朝圣地。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。